先生想太多，成全大局的角色，討好卻永遠坎坷。但做大事的偉人，為求達目的不會有惻隱。一筆勾銷可以嗎？唯願將粉不捨的可抹去，算了好嗎？萬大事都會有商量，難道定罪的不會再翻案？而你共我很相似，寧願自閉傷心都勉強歡笑。如我令你太傷心了，平淡面對你卻心中有刺。我活到了這一秒，才明白愛始終有底線。而我犯過的一些錯，嚴重到叫你已經不再痛愛。輸不起的一個女子，埋藏在內心某些幽暗處，刺痛不止。若是現在知錯也不遲，無論做幾多